好，大家好啊！我係阿 Nick 啊，今日咧就非常之榮幸邀請到呢個 AM730嘅一個專欄作家咧，咁啊去同我哋傾下啊。今日咧就唔係傾啲好時事嘅話題，咁啊講下咧，即係年輕人咧，我諗追女仔嘅時候咧，應該都非常之着緊一樣嘢，點樣去顯出，即係譬如話男仔啦咁樣，咁啊佢點樣顯出自己嘅身價好高啊咁樣咧？咁啊好多時候咧，可能帶嗰啲高級餐廳啊，或者送啲名貴禮品俾佢啦。咁我今日講下去高級餐廳嘅時候咧，可能咧你都會成日都會諗下點樣去叫支靚嘅紅酒去彰顯你嘅身份嘅。咁啊今日咧就邀請到一位紅酒嘅一個專家，咁Thomas咧去同我哋分享下咧有啲紅酒嘅一啲冷知識，同埋一啲咧常見嘅謬誤，等咧香港嘅年輕人咧可能去追女仔嘅時候咧，如果識到呢啲嘢嘅話咧，哇一定令到你嘅女伴咧就即係對你印象係非常之深刻嘅。歡迎 Thomas 啊！係，大家好，你好，我就係 Thomas 啦。希望今一次經過我講咗我個人對紅酒嘅意見呢，希望大家年青人去追女仔都可以成功，咁就最好啦。係啦，嗱，今集咧真係非常之即係啱啱，其實開麥之前都同阿 Thomas 傾過一陣咧，聽完啲知識之後，我發覺真係非常之有用嘅。因為我諗大部分香港人呢，我諗着緊8-9成呢都唔知道呢啲知識嘅。如果你話突然間個女仔知道哇你識喎咁樣，咁梗係就好開心啦，咁樣覺得你好叻。嗱，即係講紅酒呢，其實我又唔係話特別好精啦。不過我諗一個普通嘅人呢，即係睇戲睇得多啊，或者係可能平時睇新聞知道唐英年嘅都知道得多嘅，就紅酒最出名嘅就應該係咩？Lafite 啦，仲要係82年嘅咁樣，係啦。喂 Thomas 啊，究竟紅酒呢個 Lafite 裏邊呢，即係咪真係咁出名咁正呢？咁啊，紅酒嚟講就 Lafite 就個個都出晒名啦。咁就有老人家又知道 Lafite。喺周星馳嘅片，亦都就有提及 Lafite 82好嘢，咁所以呢，就亦都家傳戶曉。但係 Lafite No.1 第一，究竟係全宇宙第一啦，全世界第一啦，全歐洲第一啦，或者再收窄啲係咪全法國第一呢？究竟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成日都話第一。咁而家 Lafite嗰個價錢呢，喺市場上呢，炒到天咁高個價錢。係咯，好貴喎。係啊，咁即係攬埋都1萬蚊，或者有啲呢就去到6-7萬蚊一支。到底係咪物有所值呢？而到底 Lafite 嘅 No.1 究竟係邊度嘅 No.1 呢？咁我希望經過呢一集同大家分享之後呢，就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原來 Lafite 係咁樣嘅 No.1 喎，咁就等第日大家去追女仔嘅時候，可以同你身邊個女朋友講，原來 Lafite 係咁樣情況之下嘅 No.1，就唔係史上宇宙最強嘅 No.1啊咁樣。我諗Lafite 咧，而家喺好多香港女仔嘅心目中咧，都係 No.1嘅。而家因為貴啊嘛，係啦，貴啊嘛。普通嚟講，邊個年份嘅會係平啲？邊啲年份會貴啲咧？相對嚟講，如果平啲嘅，梗係啱啱出嗰啲平啲啦。即係話而家即係市面上能夠買到嘅 Lafite咧，就應該係09年、08年、07年咁一路數落去啦。咁但係09年呢，喺波爾多嚟講呢，個天氣又話相當好，相當之對呢個葡萄生長係一個最好近10幾年呢最好嘅年份。所以呢09年嘅所有波爾多酒呢，都會比08年呢個貴好多。所以09年嘅 Lafite 咧一推出嚟講呢，都係相當高嘅價錢。所以你話如果要平少少嘅 Lafite，相對嚟講就你可能買翻一啲10年8年前波爾多天氣冇咁好嘅年份，佢哋話就差少少咁啊，平少少咯。咁啊跟住就如果你話係07年啦，07年可能個天氣冇咁好，有啲人話咁啊，相對嚟講會平少少啦。但係09年就好貴啊！即係如果資金唔係好充裕嘅時候咧，去到啲高級餐廳都要彰顯你嘅身份咁啊，叫支 Lafite嘅時候咧，咁啊，梗係開支07年係嘛？係啦，咁啊，即係都慳下荷包啦。咁啊，但係而家又可以係令到個女伴咧就好 impressive 嘅。係。不過我想問一問啊，就即係門外漢啦，點解年份會同呢個酒嘅價錢會有個關係呢？嗱，其實年份呢就好簡單一樣嘢，就好多人呢就話
係咪年份越長越好啊？我可能唔覺意阿爺喺幾十年前我知孖精唔覺意買咗支紅酒就擺咗幾十年，哇！而家攞翻出嚟，哇！又睇一睇個酒標1945年喎，咁係咪發達啊？咁係啦，究竟發達定係發毛呢？咁其實好睇嗰支酒本身嗰個結構可唔可以陳年，即係我哋所講呢，就係 aging 啦。咁靚嘅酒呢，佢個酸度高，單寧高，咁樣呢，喺呢啲咁嘅條件之下呢，就可以陳年，即係可以呢，就擺落個木桶度啊，或者係陳幾年，然之後入樽，咁啊一擺喺一個好陰涼嘅地方呢，我可能擺幾十年呢都冇問題。但係如果你話，我喺100X 超級市場買落30蚊，仲有找翻1毫子嘅299，唔係299喎，係29.9銀錢一支酒。咁你想擠落床下底擺30年，我諗30年之後咧，唔使講30年啦，3年啊就已經變醋啦。因為點解呢？佢個葡萄嗰個質量唔好，差啲。如果唔係都唔會買29.9啦。咁佢個酸度唔夠，同埋佢個單寧唔夠，咁呢，就你夾硬咁樣擺落去陳年呢，係冇意義嘅嚇。咁佢擺落去呢，只會越擺呢個味道越淡，咁跟住呢，就會變醋變酸。咁所以呢，你千祈唔好是但買支酒，然之後就擺落個床下底度 keep 佢幾十年，跟住攞翻出嚟，哇！呢支好嘢啊，就真係嗰陣時就真係好嘢啊！諗住俾你未來外父孝敬咧，咁就大件事啦！一開就攞咗去可以孝敬我未來外母嘅，係啦，攞到廚房煮餸啦，好開心嘅。係啦。咁啊，我想問一問啦，就嗱啱啱你嗰幾個字咧，我都即刻抄低咗啦 ，aging 啦，有單寧啦，呢啲真係要記住啦嚇。究竟係咪好嘅葡萄釀出嚟嘅紅酒咧，就一定係越耐越好咧？嗱，基本上好嘅葡萄咧，做出嚟嘅紅酒咧，嗱，我哋會所講咧，就一般嚟講，佢哋咧就會當發酵程序完成咗，做咗一支基本嘅紅酒咧，佢哋咧就會擠落個木桶度陳年。咁喺個木桶度亦都有啲單寧，咁咧就同酒嗰啲係咩單寧啊？單寧其實咧就係 tannin，就係你飲茶葉都有單寧，就係話喺植物啲框啊、啲葉裏邊咧有一種物質。嗰種物質呢，你飲落去呢，你又覺得個口鞋鞋地，但係呢，你冇咗嗰種感覺呢，你就會覺得無論係酒或者茶呢，你就冇咗嗰個骨幹，你覺得嗰支酒呢冇性格，好軟身，即係好似一個人冇腰骨咁樣嘅。係咪？係啦，有即係變咗有呢，你就有陣時覺得，如果飲得多會唔會冇腰骨咧？咁樣飲得多就當然唔會啦。如果你飲到有單寧嘅酒，即係代表你都俾得下錢去買支靚地嘅酒，咁樣呢，就嚇你都有翻咁上下，咁有翻咁上下嘅，咁希望唔會你都唔會做一個冇腰骨嘅人啦。應該唔會嘅，不過就唔知點解會有啫。係啦。咁啊，但係咧嗱，點解就82年嘅 Lafite 好出名啦？點解唔係81，唔係80，又唔係79咁樣呢？嗱，其實呢年份呢，翻轉頭講翻啦，就話喺法國一啲舊世界，法國啊、意大利啊嗰啲地方呢。佢法例規定唔俾淋水嘅，真係睇天氣去釀一支酒。所以天氣嚟講呢，對於若嗰樽酒嚟講，出產嗰樽酒呢係好緊要嘅因素。所以點解會82年呢就會係一個好嘅年份呢？因為82年呢喺波爾多嚟講，嗱，我必須要澄清82年係對喺波爾多天氣好喎。你唔好諗住 Thomas 啊。82年喎，我買支南非酒82年，買支澳洲酒82年。喂，大佬，我真係唔知道82年南非同埋82年澳洲嘅天氣係咪真係好嘅？所以咧，你唔好攞住成日記住82年南非好啊，咁你就買支82年嘅阿根廷酒啊，82年嘅美國酒啊，又話嗰支82年好嘢啊！喂，其實你都明白啦，全球嘅天氣都唔同。82年波爾多好年份好天氣，唔代表82年加拿大、美國、德國、阿根廷、西班牙係好天氣噶嘛。所以咧，就如果大家要真係想對於個酒有研究咧，真係好似記歷史咁樣㗎，要每個國家邊個年份好，邊個年份唔好，咁要記住。不過
即係坦白講，記都唔係記好多嘅，記幾個舊世界嘅，因為新世界呢係冇規例嘅，新世界可以開水喉啡水灌溉嘅。新世界即幾時開始？其實新世界呢就唔係幾時開始，唔係一個年份，係一個地區嚟嘅。即係新世界嘅意思呢，就係話釀製紅酒嘅生產區，即係澳洲啊、紐西蘭啊、阿根廷啊、智利啊呢啲咁嘅新開發愛嚟釀紅酒嘅地區呢，我哋所講就新世界。咁舊世界即係當然係法國係表姐啦，咁啊跟住有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全部都係歷史悠久，做紅酒做餐酒一等一嘅地區。所以呢啲呢，佢哋會每一個國家都會有有一個法例去限制，去監管住佢哋紅酒嘅品質啦。所以我點解我啱啱講完82年拉菲係好，或者82年波爾多係好，因為82年個天氣好，就少雨水，因為種葡萄呢，太多雨水係唔得嘅，太多雨水呢，嗰粒葡萄呢就唔夠濃縮啊，嗰啲味道，所以啲味道呢就會淡會散嘅。係啦，所以嚟講呢，就82年呢，係大部分波爾多酒呢都係相當好表現嘅。即係淋多啲水嘅話，佢就好啲定係唔好啲？唔好啲啊！淋多啲水呢，就會淡個葡萄。係咯，咁新世界又話可以淋水，咁其實新世即係淋。我講嘅意思可以淋水嘅意思就係話新世界，如果你遇到啲天氣好乾燥到不得了嘅，因為你唔可即係。凡事都係睇有冇極端嘅，即係如果有一年係乾到不得了嘅，一滴水都冇嘅，咁你舊世界咧都死嘅。佢發覺話冇水喎，咁啲所有葡萄樹枯萎咗，咁個產量就自然少好多啦。咁其實都要灑啲水去救亡。但係如果係新世界有啲咁嘅情況啦，我咪肥啲水落去咯，咁啊可以吸收到啲水分，咁啊當然就唔可以過多啦。其實種葡萄嚟講，就喺個大體嘅情況之下呢，係會少水，係要乾嘅，咁但係唔可以話好極端咁一滴水都唔俾佢，一滴水唔俾佢，植物唔可以做呢個光合作用，你講乜都冇用啊，係咪？我諗起紅酒呢，即係呢個你啱啱咁講咧，好似香港讀書嘅文化咁樣啊！即係以前呢，就話冇補習呢，大家就自己考自己勤唔勤力啦，睇下你係咪叻啦。而家個個出去補習呢，就可以睇下邊個 tips 多啲啊，咁樣就走下旁門左道啊，計精班啊，係啊，補下邊個天王又有啲咩小道消息，就好似變咗紅酒咁樣呢。即係可能82年嘅時候，即係可能香港嘅會考呢，82年嘅時候嘅會考呢，你攞到9條 A 咧就真係叻，真係叻啦！如果而家10、11、12攞9條 A、10條 A 咧，可能其實都要打翻個折扣啦，咁樣係咪咧？呢個我自己覺得就當然係啦，因為一來就咁而家好似攞 A 或者而家叫做5星星，擲星就好似話據聞話就容易咗係嘛？咁就因為而家嚟講亦都有好多天王，唔知天王地王，我都唔知咩，又話我係喺個巴士度見到有品質嘅保證，又唔知擔保你攞幾多個擲星擲幾多個星，咁我未讀過啊，我又唔知道啊。真係好似不過諗翻起好似就如果咁諗嘅話呢，舊世界嘅時候嗰個規例好似都幾好喎，因為都唔好話咁多人工嘅成分。係啦，所以呢就變咗有一個叫做規管啦，就會好啲咯。咁又有規管當然好過冇規管啦，係咪？咁所以至於點樣規管呢？就日後或者以下幾集可以慢慢詳細同大家講一講咯。咁我諗不如翻轉頭。係啦，我想問一問啦。你又話其實年份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天氣啫。咁如果我去到酒店餐廳嘅時候，我啊知道82年貴啊，咁我啊自己上網 search 下，咁啊發覺原來呢，可能係88年呢個天氣唔好嘅，咁但係我啊照嗌。跟住然之後同我嗰個女伴講，88年呢，我自己都 check 過嘅，咁個天氣好嘅，我哋可以試下咁樣。咁係咪真係咁樣嗌拉菲即係最好呢？咁係咪應該都拉菲係咪冇死床呢？其實就真係即係經過咗幾百年嘅時代嘅洗禮。咁佢喺我唔即係咪成日 stick on 喺拉菲啦，即係嗰啲最出名嗰啲我哋所講嘅江枯列級酒莊，佢喺 build up 咗咁耐，
佢有自己嗰個 goodwill， 有自己嗰間酒莊嘅名聲，佢唔會亂嚟嘅。如果唔係呢，一次過突然間做啲酒出嚟好差嘅，咁啊即係好似自己反自己台咁樣，冇理由咁蠢㗎。咁所以呢，佢哋個品質呢，絕對有個保證。雖然嗰個好可能某一年或者即係如果我記憶冇記憶呢，嗰啲92、93年呢，係個天氣係好差嘅。咁所以呢，嗰個即係佢哋嘅出品呢，整個波爾多嘅出品呢，都唔係咁好。咁但係唔好極啊！即係佢哋會因為有咁多年嘅歷史、咁多年嘅文化，佢哋釀酒呢，即係有一定程度嘅技術嘅。咁佢哋可能技術搭救啦，或者有啲佢哋有啲絕招去補救。即係譬如有一支酒咁啊，佢哋嘅出品一般嚟講點都會攞8-9分嘅。就算天氣唔好，我諗相信唔會跌到去得2分3分嘅。咁即係個天氣雖然極壞，咁我諗點都會有6分7分嘅。因為為咗保住佢哋嗰啲江山，保住佢哋嘅名聲，保住佢哋招牌啊嘛。咁啊係啊，有陣時真係葡萄啊好重要啦。咁但係釀嗰個手法啊，嗰啲技藝咧都係即係都對於紅酒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我想問一問啊，嗱，Lafite No.1 啦，咁啊即係當然啊 associate 到即刻即係聯繫到嘅就82年嘅 Lafite啦。頭先你講啊92、93年天氣唔好，可能冇82年咁好飲啦咁樣。咁我想問啦，就算92、93年嘅時候，你話法國天氣唔係咁好啦，係咪都係最好嚟講都係 Lafite 咧？呢樣嘢我就答唔到你，因為第一我又冇試過92年、93年好多全部走呢樣嘢我答係咁嗱就嗱我據我所知道呢，因為嗰幾年天氣唔好。所以天氣唔好就自然產量少啦。而家喺市場呢，應該係買唔到92、93年嘅 Lafite 嘅啦。即係可能佢平時就出10萬支，咁嗰年天氣唔好，佢要為咗保住個名聲，佢可能出咗2萬支。咁2萬支就同10萬支嘅比較，咁咪少咗好多咯。咁就個市場一聲就已經係吸收晒，全部係冇噶啦，而家應該嚇，所以我就呢樣嘢我就真係答唔到你哋啦。咦？但係嗱，如果我就去到我想叫92、93年啦。如果你話嗰年天氣唔係咁好啊，應該會平啲啦，係嘛？係咁啊，一定絕對平啲嘅。咁啊，Lafite都係正嘅。咁有冇啲第二啲都係咁正又平啲呢？咁啊有嗱，好似我頭先所講呢，就話其實Lafite嚟講係 No.1 之中嘅 No.1 啦。咁我翻轉頭就話，實際上係咪真係全世界 No.1 呢？係咯。咁同埋飲酒好主觀嘅。咁你覺得 No.1 啫，唔代表我覺得 No.1 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有好多酒，有啲係唔係咁貴嘅酒，亦都係有相當高嘅水準。只不過因為Lafite嗰啲或者其他嗰啲咩而家所講好興嗰啲5大啊，係咯5大啦，可以講下邊5大記熟啲名佢先啦。Lafite啦，就 Mouton 啦、Latour 啦、Obion 啦，同埋 Margaux 就我哋所統稱嘅5大啦。咁其實呢5大嚟講呢，我自己覺得Lafite喺我自己嘅口味嚟講咧，Lafite唔係最好，我唔係最中意Lafite嘅而我自己最中意Latour同埋呢個 Obion。咁所以變咗咧呢樣嘢咁主觀嘅嘢，咁你就即係你又唔好話，Thomas 你好叻咩？你話中意呢2支啊，我又唔中意啊，我中意另外嗰啲啊。咁其實亦都冇乜所謂嘅，因為飲酒嘅嘢，我又唔係飲酒大師，我又唔係飲酒嘅之神之水滴，即係我唔夠膽可以 comment 到嗰支酒係好，佢就突然間由100蚊變咗1萬蚊，咁我就冇咁嘅本事。不過就話我希望將我自己個人嘅感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哇！不過唔係喎，你咁講呢，如果我去間餐廳裏邊，真係我突然間嗒一聲叫個侍應過嚟，我同佢講話我唔要Lafite，我要 Obion。跟住然之後個侍應都覺得好出奇啦。你個女伴即刻皺一皺眉頭。但係如果你一篇一番理論噏出嚟話，因為 Obion 乜咁樣，跟住哇咁樣可能仲更加 impressive 喎。咁樣係啊，因為
唔係跟住隨波逐流，唔係跟住個 market 係咯話咁樣 the best 你就話 the best。咁咧就即係你有自己嘅主見，好獨即係特喎真係我估女仔會中意你有個人有自己嘅 character 啊嘛，最緊要你係咯表現到自己。我點解唔中意 Lafitte 我中意 Opion 係啦，咪喂就係話我嗰啲冇品味噶嘛，係嘛？係咁啊顯示自己嘅品味，我諗啲女仔一定會中意啊。咁啊嗱，我諗下一 part 咧，即刻翻嚟要去問下 Thomas，即係請教一下點樣可以去突顯啊自己有品味先嚇。咁啊，一陣間翻嚟再傾下。